屏东的垦丁有一间讲会当看海的民宿，去互警察查到讲，业者甲转做私人的招待所，用3温暖的设备咧烘大麻。现场阁查到超过200包的毒咖啡，影这大麻是对倒归来的，目前是搁爱调查。警方接到线报，垦丁这间自称有无敌海景的民宿，有可能挂羊头的狗肉，转做私人招待所了后，唔也接受民众预定来住，嘛是向东部甲民宿当作是烘大麻的犯罪场所。来这上来看者，这嘛问题，我唔是恁的哦。警方伫民宿房间发现一间改造的手枪，还有真侪枪支。三温暖设备区则是发现烘炉当咧打扫烘制二级毒品大麻叶。哦，小小啦吼，对，有啦吼。民宿业者背回所有指控，毋过员工是承认。改造手枪1把，改造冲锋枪1把及子弹50颗等证物，且在民宿3温暖烘炉上查获正在干燥的第2级毒品大麻。警方另外嘛，伫咧民宿业者的徛家查到真侪包的毒品、咖啡包等等的混合毒品。根据了解，民宿伫2022年了后，就无搁再对外来卖房间，是转做私人招待所，嘛无营业的执照。涉案人员嘛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等的罪嫌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王刘婷丹、hen坤报道。